呢度上面就係康怡廣場，呢度行入就康怡，行前啲有太古站 A2 出口，行入就康山嚟㗎嘛。好，我哋而家向西環方向行，英皇道。食嘢嘅餐廳，懷舊鐵板燒，港式滋味。我準備個斑馬線，繼續行英皇道。英皇道，即係為要你。呢個上面係一個地方，英皇道。準備過馬路，呢條係船澳里，船澳里乜嘢先得？埋沙嘅。雜貨嘅洋酒嗰啲，真係打機嘅。依家可以提款嘅銀行，依家賣保健用品，老人家用嗰啲。電話亭，個別墅1063，我前面有盞燈，船澳里嘅出口。得呢度有巴士77去耀東村，去筲箕灣。有醫務所啊，呢邊係賣衫嘅，去咗嘅連鎖地產鋪、小食店、惠安大廈、惠安苑嚟嘅。有啲大媽錢呢，大媽。
呢度係茶飯車，呢度係 O.K. 呢條係華蘭路過燈，繼續行英皇道。中信銀行大廈。交通銀行。冇地方擺錢，大生幫到你有保管箱。賣藥材嘅鋪頭就係超人燒鵝兩餸飯，35蚊兩餸飯，呢樣找換券。買石油氣爐喎，藥材藥房。呢個係萬利廣場。繼續行前少少就係太古坊，傳統嘅雲吞麵啊，同埋生果。入邊呢條好似街市咁樣，生果鋪。繼續向前行，同埋燒味嘅，呢間係包店，仲有一間喺附近。名店。超市呢度有巴士站。呢度有間馬會買馬嘅地方。哦，好大棟，呢係銀行。嚟到呢度係新威園。新威有個商場站，呢個係地盤。尖咀下前少少嘅地鐵站，呢個條濱海街，哇！好香嘅燒味，呢間就係粉麵。360餐廳酒樓嚟喎，藥房。搬屋喎，萬寧。
邊係天橋，下個對面呢度有個蜆殼油站，對面有華順花園油站。好，行到前邊就係咩路啊？睇下先，太古坊。太古坊前面呢個糖廠街，好，行到嚟呢度。